我们的太高兴的，为了聚会到这里，要说的大师 A 俩就来到您的家，不管你在何处，可能是啊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到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的做的门徒，放负责上令的名给他们设计。这就是那个法律，就是要我说的话。他说你们要去，要使万民的做的门徒。伊俩现在就是在使万民的做的门徒，然后就是要放负责上令的名给他们设立。这是要我所颁布的一条法律就是要放负责上令的名给他们设立这个不可以有改。因为然后就是你要凡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就是说你在我说里面的，你要先要教训你教训的过后然后就是你要受过，要洗礼，要受洗礼。你要受洗礼的时候，就是要放负责上令的名字给你的设洗礼，不是负有自己的名字。或者是自有自己的名字，或者是上令的有自己的名字，就是这个是要我所颁布的那条法律。我们下次再说这个话题但是不是你们那个犯罪的人要说是这个，应该是这个犯罪的人不可以说话。他们只要您要把你的嘴闭上了，因为您说你是个犯罪你都是想把罪孽之下的人的话是要重要的。我是说，我想说什么来着？因为有人说，他说应该是有这样的，你没有看见这个法律吧？就是要放负责上令的给他们实施。我说已经说过了，你怎么要把它改成了？你要记住不可以改，你要受过教训的过后，你要去受洗礼因为你有受过洗礼过后还有极大的教导要教训你们，就是现在所做的，就是说你有说服这个教训的过后，你都能了解这个教训都是能长据你，就是在无说里面的在无说的王国里面的。那我就跟您讲，在无说的王国里，就是说教训你的，你就是而不是你要去在别的地方，就是在无说里面有天父耶和有无说而且有A俩，这个必须要满足这个条件。如果是A俩没在，都是属于魔鬼，这个就是那个模仿着这个教训的。你们千万别去那里。你在看那个电视的时候看到这个就是 A 俩。如果你盯着收音机我这个声音都是不会变了。你在教堂里面都能听到的声音，全世界都能听到这个声音的。所以现在我们着了，你要返回到天父也法教训你真正的上帝的儿子的命，就是要我说以利亚教训你，如果你不想要犯罪，就来到我这里你就不再犯罪了。所以你要听到这些话，你就来寻找一点，而不需要去要别的地方去是的，灵魂想要去天上天了，他就能够知道这个，他就要来到这里，而不是要在这边的地方。那边都是魔鬼，模仿着这个教导，都是魔鬼违反法律应该他要听到这个真理，他应该到这边去他有具备的地方。就圣经说，你们不可以分担。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10节
弟兄们的，我接着问的主耶稣说的明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的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上帝所颁布要通过这个制度不可以分党，不可以分党。你们就把这个分党的去掉了，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这是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所颁布的，就是要通过制度。就说我们在求告耶和华的说谁要分党了，是我是你们的。有些是在求告耶和华我以俩说你们千万别跟着他们，你们能听到耶和华的教训的，就是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不再犯罪了，也不可以要再做别的事情，要叫耶和华忧伤，那你们就会跟随。以利亚因为在耶和华里面就没有这个分党，只要有分党了，就说魔鬼，因为您不能说我与你要离开，因为我都已经40年了，以利亚都有刚刚过那个40周年了，为了传扬耶和华的话，你就说不到1周2年3年了，你怎么说是我在你的后面了？别有这样搞笑您这样的说法是让人的搞笑。你有新教训的时候，你有寻找以利亚，然后就受过试炼。因为法律记者说不可以分党了，如果你是要分党的，然后去经历了教导，那你就是跟魔鬼同在，跟魔鬼同去你们都是变成了犯罪的人。只有在以利亚就是耶和华所差来的，你就不再犯罪了。我们就是来继续把这条法律要念了。你有听到这个，就是你有起来，然后就是你要受过试炼。这个是在哪里？在使徒行传第22章第16节，应该是使徒行传22章第16节。现在你为什么等人呢？起来去告他们的说洗去你的罪你有求告耶和华的名字，你就洗去你的罪。你有过来受洗吧，你有洗去你的罪。你是怎么洗去你的罪？就是你有求告耶和华的名字。这一切都是你有受过洗礼过后才有得到你有信了，你就去要受洗了，你有起来，你有求告他的名。您就洗去你的罪，这个是写得很清楚你有求告他的名字，就是把你的罪除掉了，就是说你有受过洗礼，就是把你的罪要除掉了。这是大家都有需要遵守的一条法律。如果你想要得救，你就必须要受过洗礼，这是一条法律而且这个是按照我跟你所说的一切话，你有信了，就是你要受洗礼你有受洗礼过后，就千万别听那些犯罪的话，说是必须要奉耶稣的名字给你受洗礼因为本来这个耶稣就是个犯罪他是个假上帝，没有权利能除掉的罪，叫你总是要庆祝那些圣诞节你怎么听他的话呢？你怎么没有想看呢？教训说是有2位上帝且他们说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一神教的上帝。这样的道理都是在描述这位真的上帝所以你千万别盯着他们的教训的，我要劝告你，别有跟着他们去同在。您
听以利亚的话，以利亚的话是什么？耶和华说：“天地都废去啊，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个经文是在哪里？马太福音，我们要用这个圣经吧，为了让我们赶快能寻找是第几章？马太福音第24应该是在35节。24章。对了，马太福音第24章35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是耶和华所颁布的法律啊，并且耶和华的话都是主的命令，都是天父耶和华的命令。在约翰福音第12章，因为这个都是一条法律啊，他说的话是不能废去啊！假如说有个首都在随便把耶和华的话要改动了，因为您说是彼得把他的话是改动了，那这个时候彼得已经下地了，但是彼得没有要乱动他的话。按照你这个道理，就是彼得就是把他的话又废掉了，别胡说八道啊！那我们来念上帝的话吧。耶和华的话就是法律，在约翰福音第12章第40到50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说的讲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那这边是写得很清楚，因为他所说的话都是父亲的命令的。那他说你们要负责上帝的命的，给他们是设立的，这个就从父亲的命令的，所以这个没得商量，是不可以动了，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的。受洗礼的法律必须按照这个，您要负责的生灵的给您的是赐礼，这是要我说的话，所以这个不可以要动了。因为我假如说有个使徒要胡说八道，要自己要宣颁布一条法律啊，他的话都可以不准说的。因为只有魔鬼说使徒比耶和华是大，因为有些人都这样的道理，他们充满了上灵的，然后就说那个不同的语言了，然后说是你们要放耶稣的名字给你们设死礼吧，耶稣都已经假的，这是魔鬼的道理，他们就用这样的想道理来迷惑你们就应该有想开了。在哪有上灵的，有这样的这样所说的，不是个上灵的，是假上灵的，因为没有上灵的不遵守耶和华的话，因为上灵都是要遵守耶和华所说的一句话。我们来念下在约翰。然后我们再重复要念下耶和华是要说什么法律约翰福音第14章26节。当把会社就是福音我的名所差来的上灵的，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教你们想就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位上灵的就是要
要想起你们对耶和华所说的一切话。因为假如说一个上灵跟耶和华说话是不一致的，他不是上灵的，是假上灵的，是从魔鬼来的，是灵的。因为耶和华这个耶和华的话是不可以撤销的法律啊。耶和华要说话，必须要遵守他的耶和华的话。因为不光是要是都必耶和华，你要遵守他的话，他怎么跟你有矛盾了？如果你要遵守适度的话，就耶和华说另外一回事，那你就会有受惩罚，连那个适度都要会有下地啊。那最有保安全感了，就是你要遵守耶和华的话，这个就叫做以利亚，因为他有保全天父耶和华的话，也保全耶和华的话。除了这个以外，都是从魔鬼来的，因为这是一条法律。那这些法律到底是什么法律？因为法律就是说要遵守耶和华的话。那这个法律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放耶和华的名字来念。所以你们要去，是亡命的做的门徒，放负责上令的名给他们是系列和这个法律是太清楚了，那你凭什么有再辩论的？而且你为上令的不可以把这个话又改动了。假如说有上令说要用这个，那这个不是来从耶和华那里来的上令的。那您可能说为什么为什么使徒们说你们要奉耶和华的名字，不要再提到这个耶稣，因为他是个假上帝，叫人的要放纵就是这位耶稣啊！你们真的太可怜了，一直都没有想开，因为我都把所有的一切都教训你们都一直没有想开，你们就随便你们吧，我都已经教训你们，劝你们不愿意接待，因为你们太骄傲了。为什么使徒要说是要奉耶和华的名字给你们设立在使徒行传第2章，这个是第几节呢？我都没想我没有记好，我都把它忘了。使徒行传第2章。那我们一起查一查38节使徒行传第2章第37到38节。众人的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这样行的。”那他们说：“我们应该要这样行的。”彼得说：“你们个人的要悔改，奉耶和华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比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的是给你们的和你们的儿女等的，并且一切在远方的人等，那就是他们就是要遵守这个话，就是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和华的名字受洗，你都要求告耶和华，这个就已经不做，已经不再求告耶稣啊。要提到耶和华谁说使徒不能听到了耶和华的话，是什么样的生灵的能听到了耶和华的话？